再来看宜兰县第7线甲第7架线，因为落大雨，崩山道路中断哦，公路总局抢通，目前嘛已经陆续通车咯。也毋过大同国中早起因为校车无法度往来接送，所以宣布停课1天哦。伫苏澳甲东山乡某所在淹水，公所的清洁队哦，正烦恼讲会搁再淹水，所以透早就开始摒扫水沟啊。 真侪土石崩来，怪手伫咧6个门内面做检，因为热带性低气压带来大雨，宜兰县第7线86 K 用速路段，抑个第7架线10.4 K 拢崩山，菜车无法度过，只好换做细台车细路行。因为这个卸货要从那上面种啊，从那边没有办法通啊，要不然怎么办？刚刚已经通车，但是还有一些主持人有下来的话，我们就都有。 现场有继续在保持在现场在。经过公路总局抢修，初7早起2个崩山的路段拢已经通车，不过大同国中因为路未通，车无法度过，停班停课1天。学生那个交通车国光客运无法通行，所以学生就没有办法来学校上课。我们今天停班停课，明天可能就是线上上课。 苏澳镇真侪清洁队员伫咧清理路边的沟化，随着暗连续好大雨，造成苏澳马赛地区一个东山乡部分地区水淹到面体内面。镇长希望民众较有公德心的，莫甲粪扫等咧沟化，水沟挂顶头莫踩灰干。呼吁了哈，我们民众不要任意的不可以把那些杂物啊往那个水利沟啊，要往里面丢。为了要防止继续落大雨，乡镇公所传沙包给民众，先放伫咧厝内，到时会当冻水。另外，太平山二转1线1.5 K， 为了要解决土石崩来问题，园区决定进行边坡的保育工程，要交通管制3个月，请民众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